个学生一个学生发言。好了，同学们，请站好啊，站好一点，等下帮你们来开录像。站好一点，还你们这里这里，还在啊。快点，那得快点，对不对啦？啥声音啊？你那快点，那还是啥声音？同学们，今天呢，香港爱心人士来我们学校，献爱心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珍贵的礼物，比如说书包，书包里面还有一些文具等等，给学校也带来了很多这个教学用品。书啊，还有这些体育用品等等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全体师生表示对香港爱心人士热烈欢迎一下啊！对中间的衷心的感谢。下面这是怎么样？这是发了吧？不用了，先跟他玩游戏。哦，玩游戏。好，等一下，叔叔阿姨们和你们玩游戏。是要2年級的還是？一起玩，一起。你可以主持都得噶啦，下邊啊。係啦，去上面去。哦。喺呢度都得。呢度都得，呢度都得。有操場，我哋玩踩手。咩喎？佢 OK 喎，上邊啦，喺係啊，操場大啲喎。出邊啦，出邊啦。係咯，係咯。佢有啲公仔啊，OK。過來這邊。你哋做有冇係咪啲公仔嚟用㗎？冇啦，派玩嗰啲冇晒啦，冇晒啦，冇啦，入晒落書包。我有啲糖咯，可以派俾佢哋咯，有啲糖可以俾佢哋咯。到這邊。成60幾人咯。有60幾人咩？有。咁我哋喂咁冇啦，一齊啦，先玩呢個，跟住再玩解手，跟住就玩係啦，係啊。不要爬地啊！哇，好靚啊！點整㗎？我哋整㗎。唔係啊，佢哋整㗎。係啊，